上週五，現貨金上升，徘徊於歷史高位附近，因人們對美國政府長期停擺的經濟影響的擔憂日益加劇，以及減息預期，現貨金上升0.7%至3884.35美元。由於美國聯邦政府停擺，美國勞工統計局未能按計劃於3日公佈月度就業資料統計報告。分析人士認為，美國目前面臨就業疲軟、通脹頑固的複雜經濟局面。重要資料將影響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的判斷經濟是否需要刺激。原定於週五發的關鍵美國非農就業報告已被推遲，投資者只能依賴其他指標來判斷勞動力市場是否減溫，並維持即將減息的預期。這表明美國政府停擺時間越長，對黃金市場來說就越是一個穩定的利好因素。瑞銀於一份報告中表示，儘管金價如此強勁的表現，短期內可能會有所回落，但目前預計金價將未來幾個月內上升至4200美元。另外，高盛預測金價到2026年年中將達到4000美元，到2026年12月將達到4300美元。所有內容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如據此買賣，盈虧自負，請關注按讚分享。